呢個長方形呢，長係7，闊係3，咁所以面積呢就係7乘3，21嘅。咁如果我哋將個7拆開做2+5，或者將個7拆做3+4，咁面積呢計出嚟應該一樣嘅。好啦，咁點樣乘法呢？2+5乘3，咁呢個3先乘第一個，再乘第二個，咁所以2乘3加呢個5乘3，答案就21啦。咁如果我將佢拆做3+4嘅話呢，咁3乘第一個先啦，3乘3就9啦，3乘4呢就12啦，咁所以加埋就21嘅。咁我哋試下用面積去解釋翻呢個現象啦。咁所以呢，如果將個7拆做2+5嘅話呢，3乘2就係第一個面積啦，3乘5第二個面積啦。好啦，如果將佢拆做3+4嘅話呢，咁3乘3第一個面積啦，3乘4第二個面積啦，咁加埋個總面積都係相等嘅。咁又假設同樣嘅面積呢，長呢變咗做 A 加 B 啦，咁闊依然都係 X 嘅，咁所以 A 加 B 乘 X 呢，咁啊等於咩呢？咁我哋可以將個 X 呢就先乘第一個 A 啦，然後再乘第二個 B 啦，咁所以答案就係 AX 加 BX。咁如果我將個闊呢都拆做 C 加 D 嘅話呢，咁於是 A 加 B 乘 C 加 D 就長乘闊啦，咁啊結果會係點呢？咁結果就係兩項乘兩項出嚟會係4項嘅。咁先第個 A 啦 ，A 乘 C 啦 ，A 乘 D， 咁另外 B 乘 C，B 乘 D。咁啊結果我哋可以用翻個面積去解釋翻嘅。A 乘 C 第一個啦，A 乘 D 第二個啦，B 乘 C 就第三個，B 乘 D 就第四個。